你50年呀？50年真的是。哎哟，真的看不出，我当年64年的嘞。上海亚少年晓得我水平这个。晓得讲对。03年，你说咁你牙看上去？哦，古反还讲个，健康状况这边是明白蛮重要的，你讲的。哎，你对方是你的？对方两面边上兵家派，啊，地方派个，所以才会在意。哦，你到上海亚少一边是能得了3个水面台嘞。我是看看。一般是一看。我今夜了外头个，是个放台。你搞做法官那个？哦，你为侬50了？侬50我现在养了屋里个，都赚不着个，侪是侬养的。我2900几工资养伊都来我。侬不肯养？谁不养个？谁不躺平啊？躺平。困难。你再没3头出个的，怪不得连牙子跟他黄。是个，像伊200年，我们现在啥地方去？退休工资有2000几，不能吃的。你会到这里再算了，退休工资3700，你再到这个你随便的算。我要到水果干工资了。哎，你不抽烟？不是，不抽烟的。你要么给一条呢，我回去学会它。但是我抽会了没用。